手把手教你最平嘅方法，點樣70蚊去到香港機場。我喺高士德嗰度搭咗55蚊的士，直接去到港珠澳。Hello， 依家咧係2點53分，我睇下咧搭唔搭得切3點半嗰個機場大巴去機場先。好多旅客問咧，究竟邊度會係嗰個買車飛去機場嘅呢？嗱，記住去到港珠澳口岸過咗嗰個 X-ray 嗰部機，就會見到呢一個香港國際機場嘅登機入口。嗱，佢最麻煩嘅地方係你一定要提早3個鐘頭，即係我班機係7點鐘，咁我就再提早咗1個鐘添，因為咧我係3點鐘嚟到啦，坐4點鐘嘅車。佢3點鐘嚟到都唔俾你坐3點鐘嘅車㗎，3點鐘嚟到一定要坐4點鐘嘅車，俾張咁樣嘅貼紙你，然之後你就去等。咁收費就270蚊。點解270蚊呢？你喺網上見到咧係280蚊嘅，因為澳門人咧仲有10蚊優惠添。咁員工咧就會 show 定張相話俾你知啊，你去到邊度落車咁樣，然之後咧就去到認住呢個 counter 就等退稅。咁你買完車飛之後啦，就要就已經件行李已經唔使跟你噶咯喎，架18 kg 嘅行李已經唔使跟你，已經係兩手揈揈。咁然之後咧你就唔好出去金巴，然之後就去揾呢個香港國際機場候車室。咁你就去到呢個候車室度等1個鐘頭上車。咁呢度都好好嘅，有晒水啊，有晒充電器啊。咁我就慢慢喺度咧睇書啦。我重申呢個方法咧，佢係好平。同埋係好方便，但係咧時間上面咧佢未必係最快。我哋一齊計下數，佢270蚊優惠，退翻200蚊，即係70蚊啦。但係搭金巴已經要65蚊咯喎。我上一次落咗金巴之後咧，要搭9個1巴士去到機場，即係咧總數。如果你搭金巴嘅話，你要俾74蚊先至可以去到香港機場。但係我依家呢個方法只係俾70蚊就可以去到機場，仲平咗4蚊添。咁旅客們究竟你會點樣揀呢？如果我自己一個人飛嘅話呢，其實我會用呢個方法嘅，因為我唔使戚件行李、戚上戚落，同埋早咗去機場嘅話呢，咁香港機場好多嘢食噶嘛，又可以用埋 lunch 嘅服務。咁睇埋我條片，下次我揀邊個 lunch 啊？嗱，3點47分正式開車，講就講4點，但係因為齊人，所以就早咗開車啦。最後呢，你睇下4點25分就落車啦，即係坐咗35分鐘車呢就落車啦。然之後仲好認真咁望下我個工作人員，係啦 ，make sure 我件行李有落到車嘅。其實呢個 service 都唔多人用啊，我成架車好似都係得3個人上車。咁架車呢，就去到呢個叫做海天中轉大樓。我好記得咧，以前未有車嘅時候咧，搭船咧都係會去到呢個海天中轉大樓嗰度。以前咧未有坐船嘅服務咧，直接去到機場嘅。好啦，咁基本上係落隊咧，就即刻會見到呢個離境退稅櫃台，千祈唔好錯過。同埋你其實都好難錯過嘅。咁咧就退翻200蚊啦，即係你諗下270蚊，然之後仲要退翻200蚊，真係70蚊，你就可以直達機場禁區咯喎。搖身一變咧，即刻去到澳洲嘅 State Library。留意我條片咧，會講埋咧香港嘅 lunch 同埋澳洲嘅 lunch 點樣揀。中意我條片就 like share 啦，拜。